大家好，我哋啱啱為一個長者單位更換鋁窗，業主都係申請咗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，拎咗8萬蚊嘅津貼。所有鋁窗我哋都需要跟足小型工程嘅條例去做嘅，開工前同埋完工之後都需要申報俾屋宇署。當鋁窗裝好咗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做最後一個測試，就係睇下鋁窗會唔會有漏水。我哋嘅師傅會喺鋁窗嘅外面會用水槍射水，睇下啲窗邊會唔會有滲水嘅情況。如果真係有問題出現，就要喺拆棚之前處理好。如果唔係，之後就好麻煩㗎啦。只要做多一步，交貨俾客人都安心好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，歡迎聯絡我哋。下次再見。